喂，我哋今個月咧收到一啲關於港人計劃嘅問題。咁第一個咧就係、如果我用其他護照去申請485簽證，之後再轉翻香港護照，咁我有冇資格去申請呢個港人計劃呢？申請485嗰陣時咧，你一定要揸住個香港嘅護照。如果唔係咧，就係唔會有申請189同191個香港嘅 stream 嘅資格。對於香港人連續3年嘅要求係點樣計呢？係咁樣，因為係移民局咧，佢哋係冇真實嘅，即係話你可以就幾多日啦。所以我哋而家咧俾同個客講咧，就係保守啲啦，就話你當你如果一年嚟嘅工作咧，你會有4個星期個 annual leave。咁你加上你亦都有可能有 carer leave， 亦都有 unpaid leave， 所以我哋多數同人哋講啦，話你最多每年咧就可以1至2個月啦，就可以離開澳洲。不過咧，最主要咧就係你要報了澳洲嘅生活嘅習慣。譬如講，如果你係貸款買房，咁你係即係每個月咧要還翻個貸款。如果你租屋咧，你要繼續交租。你嘅bank statement 即係你每個月嘅費用啊，你要照繼續啊，所以你係當你翻香港就類似一個放假嘅時間，其他嘅時間啦，或者其他你嘅文件、你嘅材料咧都要繼續。下一個問題咧就係，如果我喺澳洲完成咗2年 master 嘅課程，咁我可唔可以申請港人計劃嘅485簽證呢？可以啦，總之你嘅 course 本身係2年，跟住你係冇低於16個月啦，讀落嚟啦，即係你係畢咗業啦。咁你係50歲以下啦，跟住你其他嘅485嘅條件都符合啦，你可以申請個485。咁由485簽證轉189嘅簽證，係咪只需要住滿4年，但係冇其他嘅工作要求呢？你根據嗰個要求啦，咁暫時係冇工作經驗嘅要求，總之你平時生活喺度咧就 OK 噶啦。關 sunset day 咧，呢一個日期咧係咪適用於189同485簽證嘅申請呢？2032年嘅 sunset day 咧就係遲嘅可以申請189同191嘅簽證嘅時間。你過咗嗰個日期咧就係冇得遞。sunset day 之前遞189、191啦就 OK 噶啦。當然啦，係除非如果政府係做啲停呢個 program。所以咧，如果你係通過香港 stream 申請189，你最遲想讀個2年科啦，就係25年嘅7月嘅開學嘅時間。如果191啦，你就可以遲嘅半年至1年啦。咁26年嘅2月至3月啦，或者最遲係7月啦。不過我唔會等到最尾，我建議啲人啦早啲申請讀書，早啲申請你嘅485，就會喺嗰個 sunset day 之前可以申請189或者191。最後一個問題呢，就係189同埋191嘅簽證呢，佢哋有冇單獨嘅配額？咁如果個名額有限嘅話，嗰個排隊會唔會排好長呢？暫時咧，即係我哋嘅消息咧，就係嗰啲名額咧，就係一齊即係計分同埋香港個 stream 咧，就係一齊噶啦。除非移民局咧內部咧係有其他嘅 information 啦，應該就係放埋一齊啦。所以變咗咧排隊嘅時間咧有可能會長少少啦。不過而家申請嚟讀書嘅學生唔係話特別多，所以其實個影響唔會話特別大。不過呢個又唔係好緊要。總之你遞咗簽證啦，雖然大家都唔想等個簽證落嚟啦，不過其實你等都唔係話一個問題。你總之係你遞夠申請啦，嗰個 sunset day 未過啦，咁你就安全噶啦。歡迎關注海逸澳洲移民留學。